講到話，俾你估下有啲咩食咗可以即刻幫你增加力氣，等你行步路都踏實啲嘅呢？大家好多時諗都唔使諗就會搶住咁答，咪就係大力水手食嗰啲菠菜咯。你睇佢每次食完一罐就肌肉暴漲，力大無窮啦。呢個流傳咗近100年嘅菠菜營養迷思，你估下又有幾多成真，幾多成假嘅呢？而呢個世界上又係唔係真係有大力菜呢樣嘢㗎？今日我哋就由呢個經典迷思開始，一齊尋找真正幫到大家增加力氣嘅，究竟有啲咩食物啦？同埋亦都會揭開一款近年都好流行嘅增肌補充品——蛋白粉，佢嘅神秘面紗㗎。想知佢係啲乜嚟？咁就一定要睇到尾啦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作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你有冇聽過食菠菜會變得大力啲嘅呢？好多人細個都真係以為呢個世界上有大力菜呢樣嘢，只要食多啲菠菜就可以好似大力水手咁，即刻力量爆棚。但其實呢個只係一個流傳咗接近一個世紀嘅美麗誤會咯。早年流傳過一個好出名嘅故事，就係有人分析菠菜營養成分嗰時，唔小心將小數點擺錯咗位置，搞到菠菜鐵質含量被誇大咗成10倍。雖然呢個故事後來一直都有學者在討論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菠菜從來都唔係一種食完就會令人突然變大力嘅神奇食物嚟㗎。好多人以為菠菜含有特別多鐵質，所以可以令人更有力。但其實菠菜入面雖然有鐵質，不過同時亦都含有草酸，會影響鐵質吸收。人體真正吸收到嘅鐵，大概只有2%至5%左右㗎咋。但點講都好，菠菜的確係一種好健康嘅蔬菜，含有維他命硒、維他命 C、葉酸、鉀等多種營養素，毫無疑問對身體係好有益嘅。只不過，如果話食菠菜就會即刻變大力呢？科學上就講唔通啦。咁問題嚟啦，如果唔係菠菜，究竟食咩先可以真正令身體有力嘅呢？關鍵其實唔係單一營養就可以做到，而係要靠一個組合嘅配合咯。好多人以為攝取足夠蛋白質就得，但其實概念上都係有誤差㗎。冇錯，我哋首先係要攝取足夠嘅蛋白質嘅。因為我哋肌肉嘅修復同生長都需要佢。你可以將肌肉想象成起樓，而蛋白質就係啲磚頭，如果唔夠材料，點起都起唔高㗎。但淨係有肌肉都唔夠㗎，因為有肌肉唔等於有力咯。肌肉要收縮發力都需要能量，而身體最主要最快可以利用嘅能量來源就係碳水化合物。當我哋食飯、食麵、食麵包、番薯或者水果之後，身體就會將呢啲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，再儲存成肝糖喺肌肉同肝臟入面。而當你做運動或者搬重嘢嘅時候，身體就會利用呢啲肝糖去提供能量，令肌肉可以持續發力。簡單啲講，蛋白質幫你起好個身體，碳水化合物就為你提供燃料。如果長期食得太少碳水，就算你有肌肉，都可能會覺得冇力、易攰㗎。再加埋其他微量營養素，例如鐵質幫助混氧，維他命 B 群幫助能量代謝，呢啲全部加埋，先至係完整嘅力量來源嚟㗎。所以真正令你有力氣嘅，從來都唔係單一食物，而係蛋白質幫你建立肌肉，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，仲要加上均衡營養同埋適量運動，真係冇咗邊樣都唔得咯。咁日常可以點食呢個力量組合餐呢？其實好簡單。蛋白質嘅來源好多，好似魚、雞蛋、瘦肉、牛肉、牛奶、豆腐、黃豆製品等等，呢啲全部都係好好嘅優質蛋白質來源嚟㗎。再配合埋飯、麵、全穀類呢啲碳水來源，咁就已經可以幫你建立到力量嘅真正關鍵基礎㗎啦。加上均衡飲食同合適嘅阻力訓練，你就自然力氣十足啦。講到大力菜，近年越嚟越多人為咗增肌同提升運動表現，又令到另一樣食品火熱起嚟啦。唔係，應該話補充品先啱。
佢咪就係蛋白粉咯。成日都有人問佢到底係乜嚟㗎？身邊好多人食緊，效用係唔係真係咁大嘅呢？會唔會好容易食咗過量蛋白整傷個腎㗎？先講清楚，蛋白粉其實一啲都唔神秘，佢只係將牛奶入面嘅乳清、酪蛋白或者植物入面嘅大豆、豌豆蛋白度提取同濃縮出嚟，變成粉，方便你補充蛋白質㗎咋。就好似牛奶變奶粉咁咯，本質都係食物嚟嘅。所以記住一句，蛋白粉唔係神藥，亦唔會令你自動生成肌肉個喎。所以真正可以令你變強嘅，永遠都係訓練，加埋均衡飲食啊。咁市面上蛋白粉咁多款式，一般人可以點揀嘅呢？簡單咁講，其實最常見有3種。第一，乳清蛋白，吸收就最快，大概1至2個鐘就用到，最適合運動後30分鐘內補充嘅，而且含有豐富嘅賴氨酸。對肌肉修復好關鍵㗎，所以都好多運動員都中意選擇佢嘅。第二，就有酪蛋白，吸收慢好多，大概需要6至8個鐘咁啦。通常建議瞓前飲用，咁就可以慢慢釋放氨基酸，防止晚間肌肉分解嘛。而第三，就有植物蛋白，好似大豆或者豌豆咁，吸收速度中等啦，適合素食者嘅。不過通常要幾種植物蛋白混合攝取，先至可以有完整氨基酸組合個喎。講到呢度，最多人問嘅問題嚟啦，蛋白粉會唔會傷腎嘅呢？直接講結論先，對健康人士嚟講，正常攝取係唔會傷腎嘅，但都要留意總蛋白質攝取咯。健康成年人每日蛋白質攝取去到大約每公斤體重1.6克，其實對腎功能係冇負面影響嘅。一般運動人士呢，就建議每日嘅總蛋白質攝取範圍就大概係每公斤體重1.2至2克左右啦，而上限通常唔建議長期攝取超過2.2克㗎。順帶一提，如果你平時飲食已經攝取足夠蛋白質，即係話都有食肉類、魚、蛋、奶同豆類嘅呢啲原型食物呢，其實你係可以完全唔需要蛋白粉㗎。咁如果真係要飲嘅話，幾時飲效果先至係最好嘅呢？嗱，如果你平時有做開運動，運動後30分鐘內補充20至40克蛋白質，再加少少碳水，效果冇錯係幾好嘅。而其實都建議運動前1至2個鐘可以先食啲碳水，好似燕麥或者香蕉咁，等你有力啲，訓練嘅時候表現都會好啲㗎。另外再需要特別提提大家嘅就係，蛋白粉絕對唔係越多越好。你一次飲超過30至40克，其實身體未必用得晒個喎，而多餘出嚟嘅亦都唔會令你生多啲肌肉咯。如果你係長期坐辦公室又冇乜運動，其實你飲蛋白粉只會變成多餘嘅熱量，唔會自動變成肌肉之餘，仲可能令你致肥同增加體重添㗎。蛋白粉最適合嘅人士通常有3類：第一，經常做重量訓練或者高強度運動嘅朋友；第二，食量細或者好難食夠蛋白質嘅人士；第三，素食者咯。不過重點係有幾類人士真係要特別小心，甚至唔好亂飲個喎。如果你本身有慢性腎病、糖尿病、腎病變、腎功能下降，或者係單腎人士，又或者有痛風、高尿酸嘅朋友，就一定要問清楚醫生或者營養師嘅意見先，唔好自己亂咁加蛋白粉響你嘅日常飲食度啦。而乳糖不耐嘅朋友呢，就可以揀分離乳清蛋白或者植物蛋白，咁會比較適合咯。講咗咁耐，我都想知大家響建立肌肉力量上面，覺得自己最缺少嘅係啲乜呢？1. 蛋白質不足。2. 食好少碳水化合物嘅食物。3. 缺乏阻力訓練。定係4. 休息不足呢？快啲喺下面留言區話我知啦。講到尾，真正令你有力氣嘅，從來都唔係某一隻神奇嘅大力菜，亦唔係單靠蛋白粉，而係整體嘅均衡飲食、足夠蛋白質、規律嘅阻力運動，再加埋充足嘅睡眠。蛋白粉只係補充品，永遠都取代唔到原型食物嘅營養㗎。我哋應該將起碼70%嘅蛋白質來源留翻俾原型食物，好似雞胸肉、雞蛋、魚類同豆類，剩翻嗰30%唔夠嘅，到真係有需要先用蛋白粉嚟輔助啦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
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